民众真接伫咧网络顶头买物件叫外送，造成粪扫和回收量增加。台南市安南区清洁队目前回收品是蹲干那山，连粪扫车也拢无所在通前。这环保局是回应中，已经有请厂商按算1个月内会清理好势。另外，因也想要起一个资源回收有分类厂来解决这粪扫的问题。 清洁人员等咧甲回收品做初步的分类，就算因手无停困，嘛是清袂完，因为逐工拢有新的搁车来遮。今仔因为网络发达，真侪人会伫网络顶买物件，甲叫外送，加上有的地区人口增加，连带影响粪扫量。像台南安南区清洁队，即阵互回收品囤甲满，甚至连粪扫车都无所在停。民众认为会使参考外国的做法来调整。国外吧，伊迄个包装防撞的耗材，内底放爆米香，我嘛是感觉真趣味，去减少迄个塑胶的量啦。看是毋是大家因为。 你无可能叫大家卖买嘛，大家嘛是爱生存，看是毋是会当为这种方式来改善迄个粪扫的量。买一寡食的囡仔耍的物件，通常伊的是纸盒的纸壳啊嘛，我拢是会做分类安尼。根据统计，台南清洁队收运的资源回收量，对2012年17800吨，到即阵成长到41000吨。其中回收品上侪就是纸壳啊、玻璃杆啊、甲塑胶品。环保局回应，目前有规划要起一栋资源回收厂，兼会结合高科技的技术来加速分类，通处理100吨的量，按算116年完工。清洁队至民众端回收的自收物相当的多元，那必须由自收物厂商再回去再做分类。那因为目前厂商分类的速度及去化管道不足，导致安南区对自收物的堆置。那目前环保局商请其他相关机关、相关厂商协助，预计在1个月之内完成清除。那怎么样减少垃圾、源头减量、重复使用，还有做好资源回收？各地头拢有粪扫过量的危机，无论是食的、清的、用的，大家人难免拢会产生粪扫。有学者建议爱对源头减量，嘛鼓励大家会使使用环保的器具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